呃，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在今天晚上聚会开始以前，邀请各位，不管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邀请你将你手边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那也请你，如果你旁边有电视节目、收音机的会影响你敬拜神的，牧师邀请你能够先将它关闭，或者是你去到一个安静的空间，一起来聆听神今天的话语。也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虽然过去我们不认识主，但是当我们被主你拣选，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更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从过去不认识你到认识你当中，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看见我们生命的罪以及软弱甚至不足。恳求你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敬拜你。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得着生命永恒的盼望。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让每一个在直播现场的、观看的、聆听神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恳求神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的心更加的火热，到就近的教会一起敬拜神，亲近主，认识主你的话语，来得着生命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愿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在我们今天，你也圣灵带领桂英姐妹第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神。愿主你圣灵加倍的灵感动她的心，让她能够了解、明白、感动神你是赏赐生命的主。谢谢主，让你的灵充满他的心，让主成为他生命的救主。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愿主保守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所喜悦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敬拜。站在神的面前，了解他是信实的神，因为他要用双手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生命走出那旷野的生命。预备你的心，对主说：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金炼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对我们起初的心意。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
告。主啊，我们向你呼求，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透过这首歌，让我们更明白，当我们站立在神你是信实的上帝以前，我们晓得你双手敞开，带领我们的生命要走出那生命的旷野。你要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是何等的丰盛与祝福。求主你再一次带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是充满能力的神，是使无到变为有的上帝。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沉睡的灵得以苏醒，让我们像死亡一样的生命再次被苏醒起来。主啊，求主你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样式，能够祝福人、帮助人，带给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的福音。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再一次向你献上仰望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再次从头一起来唱。站立在你左前，站立在你启示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刚交在黑里，世上大刺都落去，你话语不尽贴近我心，冬上加容你的生灵，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我要领受，你接近最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对主说：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我心坦然无惧，心坦然无惧，我爱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要贴近
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因为你用你的生命来救赎我，来帮助我，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的丰盛，是在罪恶当中重新翻转过来的生命，是苏醒的生命，让我们的心跳、思想都能够像你一样，甚至连我们的步伐，甚至连我们的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为要亲近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断的亲近你，而得着生命的智慧，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能力，来祝福这世代需要主福音的人。谢谢主，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诗歌，来帮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恩典丰盛的道路上。谢谢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你坐下以前，跟他说：愿上帝赐福你平安。愿上帝赐福你平安，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奉献来回应上帝，让我们透过奉献来实践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丰盛的祝福哈。如果你在观看直播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也邀请你，牧师邀请你，能够将你所奉献的金钱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神的教会。因为当你奉献金钱给教会，是成为上帝的用途，为要回应上帝所赏赐生命的能力与产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救主赐我爱心能力，全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
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很高兴能够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了解、认识大桥教会。我们接下来的教会消息，在我们明天我们家庭协谈中心的纪念主日，那我们在礼拜当中也邀请陈慧明牧师，也请大家继续为家庭协谈中心在帮助许多在社会当中的家庭问题，不管是夫妻问题、家庭问题，那这个机构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祝福很多社区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期待能够透过奉献跟关心，能够祝福更多的人。那我们在4月27号，我们礼拜六有代祷团队的观摩活动那么我们会去到富强教会，也邀请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同工务必可以的话，能够尽量都能够出席参加。那我们在下主日4月28号，我们提摩太牧区也举办一个踏青的活动那我们要去到这个树谷生活科学园区科学馆期待能够让这些孩子能够透过大自然的这些科学的这个素材，帮助他们能够成长，有一个更好的学习跟成长。那如果有意愿想要参加的，可以打电话到教会来，那跟我们的毛属会长老做报名那我们教会的电话是06-2014-052，2014-052。那我们在每周日呢，我们信徒的灵命造就的门训课程，我们即将在5月底会完成课程训练我们的礼拜天都在礼拜会后会有将近1个小时，针对新朋友或者是对基要真理想要更多认识了解的弟兄姐妹，牧师欢迎你，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认识5月是最后一周，那么牧师也期待我们继续为这些新家人，他们做基要真理的问答，包含他们的生命能够再次在神的面前认识神，然后做圣灵的洗礼、觉知的祷告。那我们相信他们的生命跟我们都是在同样神的一家人当中与主同桌，与主纪念好，那么我们在4月24号礼拜三，我们召开第3次长执会，那也请长子同工预备我们在4月27号礼拜六麦子小组有举行小组出游的活动。那么请问这个报名还可以报名参加吗？好，没办法好，那我们请继续为这个小组他们的出游彼此互动的关系。那如果有新朋友，也期待能够在那当中能够建立更好的关系。那在未来我们都能够一起在小组，在神的话语跟福音的真理里面，能够带出更好的果效那我们在8月24号、25号，教会这边有这个野外礼拜，那么也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野外礼拜费用很便宜2500块，包吃包住那也期待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也期望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参与的，也欢迎你们能够打电话到教会来2014-052，跟我们的毛属会长老还有戴慧燕执事或者是许静宇执事做报名。那平时如果周间他们不在这边牧师会接应也请各位注意。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活出有主爱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可是传福音传好音如果心里面没有东西不知道要传什么那还蛮麻烦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不足，你会觉得不知道传些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传的福音就是传主的爱，那主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什么果效？所以你有没有主的爱？有主的爱从脸上会看得出来会怎样？来跟你旁边的人看一下，有没有喜乐有笑容吗？有笑容吗？我告诉你，你可以提醒自己告诉自己，或许有很多让你烦恼的事情在你心里面，但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是主所拣选呼召的人，懂吗？
所以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必要在困难当中而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懂了吗？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这是你自己做的，不是上帝要你做的，懂了吗？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有主的爱在生命里面，实际上会带来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啊，这是慈善，我们有吃过慈善便当有没有？好，这是慈善便当的执行长哈，他所分享的故事见证哈，我们一起来看，来。滑鼠移开，好，滑鼠移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乌涛慈善饭包的董事长林峰，同时也是大温哥华地区素里市基督敬拜中心的职场传道。我希望我的生命见证能够鼓励大家在自己的职场上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与命定，知道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绝非偶然，乃是有他美好的心意。那我想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要做基督的临时工，也不是叫我们只在星期天来跟随主，而是他呼召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的所有的人生都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样子，跟他复活的大能。那这包含我们的家庭、工作与侍奉。而工作的希伯来语跟敬拜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凭着信心、盼望跟爱心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也被神看重。因此，让我们一同来与神同工，在我们的职场上可以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放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不单只是用我们的嘴来传福音，更要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神的大爱与他生命的见证，用爱的行动来活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职场成为我们的禾场，让我们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感谢主。好，非常贴切我们生活，非常明确的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都会吃饭包嘛，慈善，对不对？可是我们不晓得，原来他背后这位董事长，他自己是包含他的产业，都是享受在上帝所赏赐的。可是当他领受世上的一些产业，他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传道人，叫做职场传道人。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做传道人？可以。可是这个传道人的工作，他重不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扮演的角色，对上帝国度里面的重要工作，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如何从我们生活中活出有主爱的生命。我们从刚刚他有提到，从生活当中的家庭啊、人际关系啊，为了生存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工作啦。好，那我们一起来了解圣经里面到底有哪些圣经节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世上你会发现好像有人他就是全心全意都在教会工作啊，有些人就是他工作偶尔就来教会一下。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在教会工作，我们做神的工作不要像什么临时工啊。我们要知道一生可以服侍神，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我记得我们之前教会是在旧堂那边隔壁是江秋香长老，他74岁了，他现在还在唱圣歌队。然后他说，他分享他的脸书的见证，他说，假如上帝让他可以继续唱歌，他希望唱到牧师跟他说你不要唱了，休息了。他希望唱到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回想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让你有智慧，让你有不同的产业，可是你怎么在回应上帝？
如果单纯的我只是做一个临时工，譬如说我现在的工作人家刚好有需要，在教会里面我就做，可是下次没有了，休息了，太好了，这叫临时工啊。那我觉得这是值得好好学习了解一件事情，到底你有没有完成上帝所托付的工作？我觉得上帝托付的工作不单单只是把你的工作做好，而是更重要的是你扮演的工作做好之余，你有没有让人看见上帝的作为？懂了吗？所以刚刚牧师说，你跟你旁边的人看一下，我是要你们去看那一个人啊，他的生命有没有喜乐啊？有没有上帝的作为在他身上显明出来啊？好，金惠姐，是不是？你有没有盼望啊？有，所以你看哦，那人问一个人，有问的人，你讲你有没有盼望？他不会迟疑哦，他知道哦，因为他知道这个永活的上帝给他的那份丰盛的爱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生活是活在主的爱里面，而不是活在生活里面的困难当中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主的爱里面。为什么？为什么起初上帝既然造了我们人，让我们也可以工作，可是为什么工作的目的在于这是上帝的托付？为什么这不是我自己选的？为什么不是？这个很奇妙，我再讲一次哦。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赋予我们可以去工作，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工作不同嘛，对不对？那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上帝的托付啊。好，有懂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跟议题，你要往这方面去想哦。就是无论生活、工作、生活，你为什么人来活啦？桂英姐，你是为什么人来活？你为什么人来活？为恁翁，为恁囝，会袂？会啊！这正常。我们会为了孩子、为囝、为亲人来活，但是有一天囡仔大汉了后，伊敢若拢无要插你啊！你要为什么人来活？你有想过这无？有无？老人老啊，我过去为着囝，为了孩子劳碌了一辈子。结果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似乎不认我了。我才发现，原来我为谁活的目的是错的，不是不重要，而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是为谁而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托付的工作，是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托付哦。如果你的工作，你做学生的，明明你就可以同样每一个人孩子，每一个学生都是24个小时，每一个人下课也都是4个小时可以念书。如果都是10点睡觉的话，对不对？好，4点，几点下课？4点，4点半，5、6、7、8、9。好，假设到9点，好，扣掉2个小时吃饭跟休息，你还有3个小时可以念书。可是你却把这3个小时拿来你应该做的工作你没有做，你把它拿来玩手机、打电动。这3个小时重不重要？重要，因为这3个小时原本可以让你完成上帝所托付你做学生该做的工作，你可以的成绩可以因为这3个小时认真念书变好。明明这3个小时你的工作应该可以在一边工作跟人建立好的关系，可是你偏偏我就是不想看那一个人，太讨厌了，我不想跟那一个人在一起，我就好好的死盯着我的工作把它做好，然后得着这个上司长官的赞许，有用吗？没有用，这不是完成上帝的托付。我们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7节。神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来等一下哦，来，我想要请那个年轻人哦，大声来念，大声要让我听得到的大声哦。好，来预备，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我问各位，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赋予的工作是什么？赋予什么工作？美珍姐，什么工作？那个黄色标题，管理，对不对？我们都是管理者呢，我们都是领袖。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管理者，刚刚金慧姐她走过去桂英姐，你是足好的管理者，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到你的朋友要去便所，伊行动无介方便，你知影讲伊有可能会无安全，你会陪。我要告诉各位，上帝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爱人的工作，就是要做好管理啊。如果在我们当中的新家人、新朋友，我们没有管理的能力，我们只顾自己的服事，只顾自己要做的，来得着上帝的称许，我告诉你，上帝不会称许。唯有你把你该做的生命管理好，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是要我们管理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你的生活管理好不好啊？钟兰，你觉得呢？哎呦，5秒咯，7秒咯，意思是什么？还要加强啊，懂了吗？不要泄气，不要难过，重点是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创世纪里面神告诉我们另外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2章第15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做什么？修理看守。哇，上帝把人类放在管理者这个地位，已经非常的尊贵了。他还要我们做什么事情？也要做修理看守呢。意思是什么？你要去改变啊。譬如说，你跟你的亲人关系不好啊，你有责任不？你有责任啊，你要去修理啊，你要去培养啊，不能说不管了，还不好啊，不救啊啦。很多基督徒都这样牧师，你为阮囝祈祷，为阮什么人祈祷，还不救啊啦。我告诉你，是你的心没有救了，不是那一个人没有救了。在上帝的眼中，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神都会医治的。在于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被神所托付的工作那个价值观，帮助你的生命认清你是要修理管理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约书亚记，上帝呼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给我们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24章20节到22节。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对约书亚说：不，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择耶和华就要侍奉他，你们自己作证吧。你们自己知道吗？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作证。对，我有这样讲过，我愿意侍奉耶和华，所以没问题，我可以作证，我自己决定我要侍奉耶和华。现在注意约书亚说什么？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外邦的神明年轻人可能就有了，手机某项的电动玩具，它是外邦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对不对？那个会让你着迷的，它可能就是一种神那个是让你捆绑住的一种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百姓对约书亚说：我们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我要问钟兰钟兰，今天你们去演出顺不顺利啊？顺利，对不对？那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就要感谢上帝。除了感谢上帝之外，你还要在神的面前跟神立定心志，说：主啊，我在外面的社团、节目、活动，
我可以如此大费周章，甚至费尽心思去做预备。我也要在你的音乐教会的敬拜音乐里面服侍工作，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啦。如果你没有这样做，我告诉你，你可能就不是真正侍奉耶和华的人，懂吗？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很绝对的问题，一定要切记再切记。百姓对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听从他的话。”那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哦，在事件为他们制定律例典章。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决定说我是属神的，我们要知道哦，我刚刚有讲到一个上帝呼召拣选的儿女啊，我们是得着祝福的人，对不对？是得着智慧的人，对不对？我刚刚有讲，我们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圣经节教导我们什么？第一个工作叫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记得我在跟礼拜四我们在上吉他课的时候，我有跟我们的姐妹谈到一个，我说我们学这个乐器要干什么？我们学完以后要记得哦，我不是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我很会弹，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智，圣经里面是明确告诉我们哦，我们不能够被这个东西怎么样？他说，耶稣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明哦。有哪些事情会成为你外邦的生命？就是会吸引你，让你离开神的东西啊，懂了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现代人的外邦神明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把我们的心摆上。圣经里面讲到，在事件这个地方，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哦。它这个事件的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它属于迦南地的中部。它隶属于南北大道跟东西大道的一个交叉路口。我告诉你，这个事件在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有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之后，首先他在事件的地方，他怎么做？他先在神的面前筑坛啊，敬拜神啊。过去旧约时期，他们只要筑坛，就是在敬拜神啊，敬拜神的地方啊。然后呢，圣经里面雅各他们全家从亚兰回到迦南，第一次回到迦南也是到事件这个地方为神筑坛啊。所以清除偶像，这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有记载。然后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他们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之后进入迦南地，也是在事件这个地方筑坛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圣经约书亚将百姓召集到事件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是重新去数算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事件实际上它有我刚刚讲到这些故事，你就会发现哦，你有没有时常在神的面前数算神的恩典啊？圣看吗？上帝他如何帮助我、改变我？牧师今天早上陪伴一位母子那个定伦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一起来跟牧师讨论、分享、了解要如何帮助孩子能够在他成长的路上能够更有信心、更有自信。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只有讲一件事情，就是交托给上帝，然后让他认识那位上帝。所以他必须要立约，做什么立约？就是他要相信这位上帝是真实的。甚至第二个，你如果相信上帝是真实，你就要了解我一个礼拜里面6天我都在工作，就只有这么一天，上帝希望你要守那安息日，你会不会守？这个很重要但不见得所有人愿意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侍奉上帝是回应上帝拣选的第一项工作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关系，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上帝，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服侍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从以前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侍奉神？我看有些人好像也没在侍奉好像也蛮开心的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我一直搞不懂。我终于从圣经里面约书亚记更深的明白，侍奉上帝
是回应上帝拣选的工作，第一件。所以你说工作难不难？为主所托付的工作难不难？其实不难。你先去侍奉上帝嘛。在教会有哪些侍奉？像我记得美珍姐她刚来教会的时候，她先接了一个工作叫做招待，对不对？你现在做完招待过程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蛮开心的，面对人，然后慢慢的把心敞开。好，所以侍奉神会让你得着能力哦。好，得着你所没有的能力哦。好，第二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侍奉上帝除了第一项工作侍奉上帝以外，我们还要知道，劳碌的工作才能糊口，始于我们知道是始祖亚当夏娃，对不对？好，得着上帝的咒诅，但是却也是上帝所赐的福分啊。好，我们要了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创世纪3章17到19节。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以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意思就是说，你一生一辈子都要劳碌的工作了，懂吗？不会因为你钱赚够了。所以我记得我曾经听基督徒讲过一句话，他说钱赚够了啦，该享福了啦。我没有听到他说该好好服侍神了啦，该好好奉献给神了啦。他是说该享福了。结果这个讲完没多久他生命就挂了。真实的我妈妈常常，我在小时候，我妈就曾经跟我讲这个，我说你一定要服侍神。我说妈妈，那服侍神要服侍多久啊？她说了几世人啊，圣经里面就在讲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要活就要怎样？就要动嘛，有没有？如果你的生命是属于我就要享福，我不是说享福不对哦，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享福是可以的哦，那也是一种祝福哦。所以我说什么？劳碌工作实际上是一种上帝所赐的福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好，慈善家这个 Patagonia Patagonia 它是美国知名品牌这个衣服很有名。他2022年他直接表示要将年营收呢将它做这个捐出，然后把98%的股份捐给环境保护非营利组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仅留2% 给公司，那确保他这个事业能够继续经营而已，而且他自己分毫不留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伊玛乔亚纳德他所捐出的，他曾经说过，他说地球是我唯一的股东啊。他提出说，他的 Patagonia 这个产业公司未来不会挖掘自然的资源，他会卖给消费者。而且呢，他会透过这个 Patagonia 创造的财富来保护自然环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他对环境的热爱有没有？他不是被赚钱这件事情绑住了。你看他是企业家可是我们基督徒包括现在的人好像也会为了生活怎么样被绑住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生命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好，第二个，我们知道这是谁？比尔盖茨，微软的创办人他在2000年，他跟他的妻子成立了这个他妻子的一个基金会，来对全球的医疗、教育、赈灾、环保做出很大的贡献，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了。好，那我们知道比尔盖茨呢，他将他大部分的这个财产都投入基金会来的。那原本世界的富豪榜上有名的他慢慢退出。他本人不在意我要告诉你
比尔盖茨他表示他说我有义务将这个资源归还回社会，而且发挥影响力，减少世界上的苦难，改善生活了。所以我最近牧师一直感触很深，我觉得我非常钦佩，而且时常在为我们的姐妹金慧姐妹在祷告。她不仅我不是要高举她，而是她从她自己非常卑微的工作生命当中，让人看见那个生命工作的尊贵，甚至她会把她的生命投注在上帝所托付的工作里面，为要救人得着福音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牧师在讲的，这些富豪也是一样，就算他有能力赚得世界上的财富，可是他也愿意把他所有所得着的来贡献在这个社会上。现在问题来了，牧师要问你们，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所给你的生命要为这个环境社会做什么？如果有，期待主给你更丰盛；如果没有，牧师期待你要下定决心，立定志向。学生成绩要怎么样？我说我这一次考30分没关系，至少我1学年过后我要能够及格，没有一科是不及格的，可不可以？可以啊，给你1年的时间，够不够啊？绝对够。我曾经这样做过，从那个最后都不及格，我花了1年的时间，下定决心改变我念书的方法。每节课下课我都去问同学、问老师，我花了1年的时间。第2年我开始转换我不熟悉的，让它更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用心。好，第3个慈善的富豪股神，我们都知道这个巴菲特，对不对？他以投资股票，他是股神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发下宏愿，要将他身家99% 的财富都投入慈善事业。他确实知道确实是这样在做所以他在他名下已故的前妻命名这个苏珊·汤马斯·巴菲特基金会，共有5个基金会。从2006年来他总共捐出了超过455亿美元了。所以你们相不相信，如果他们都不认识神，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一直在想，基督徒难道没有吗？我们难道不能吗？我刚有讲，金慧姐就让我看见即使她是不足软弱，她还是做这样的事可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人都过得比她好可是我们都忘记了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该如何把它做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好好发掘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你要好好发掘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Apple 执行长提姆库克他供应完10岁的侄子上大学费用之后，他会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为了要帮助人权还有 HIV 就是艾滋病的相关议题。他表示改变世界永远比赚钱还要优先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改变教会永远比什么？比我们在那边享受恩典还要来得重要所以不要认为你来到教会好像都不好玩，也没什么活动，又不能干嘛，都等着人家来服侍你。我告诉你，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来到教会，你要知道神如何让你有能力来帮助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产业。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生命。好，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传道书第5章18节到第19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上帝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自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我要跟你分享哦，你可以享受，你可以做该做的，吃喝享受，不是不对哦，那都是神的赏赐哦。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享受的时候，你还不愿意好好努力工作，你喝卡喝酒，你不好好侍奉上帝，也不好好的做工，那我要告诉你，你得不着这些神所赏赐的恩赐。所以牧师一直觉得，来到教会的每一个年轻朋友，之前牧师有跟他们讲，你们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看手机，我很生气，就念了一顿。牧师不是讨厌你这个人来念你，是我看见的是未来社会又多了一个什么米虫啊，那是何等大的恐怖的事情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相信你靠自己的能力劳碌所得来的，你是可以享受的，这是上帝的赏赐啊！所以不要觉得这没有什么，这不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我刚刚有讲，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活出有主爱的生命？必须要怎么样？套用这一段圣经节，你必须怎么做？要有彼此相爱的心。好，所以不要单纯的什么，为了自己的利益，好，为了自己的成就，而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着这种热情、渴望，在你的工作能够把你的爱、主的爱分享出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当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缺乏、软弱不足，而致使我们的生命不敢跨出去来为主所用，让主的福音透过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更多的人。求主给我们一颗爱人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学习像主耶稣一样是牺牲奉献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也学习来到人的面前，将主你的恩典，将主你的丰盛能够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朋友。谢谢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你的福音，你的祝福不仅要带给更多需要的人、软弱的人，也让他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去见证看见神的荣美。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神的丰盛与祝福。也求主赐福在座每一个观看直播的现场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你。如果你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没有什么拦阻可以拦阻你的，我期待你能够去就近的教会参与聚会，认识上帝，认识人，让神的丰盛的恩典是透过行动来见证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主爱的人。愿主赐福你，愿你平安。